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是主日早晨，我们能够一起在线上来敬拜我们的神。如果你这几天都有跟着教会的家庭信仰力，我们昨天的信仰力告诉我们，虽然在这个时刻我们都不能够聚集见面，但是呢，透过线上的主日、线上的聚会，我们仍然是在一个团契里，能够彼此来连结，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再次做出邀请。上个礼拜没有跟大家 high five， 马上有人反应，所以今天传道要再次邀请大家，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透过线上的 high five， 然后我们彼此问安。除了跟我 high five 之外，你也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击掌。我们要预备开始来今天的敬拜。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再次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又度过了一个夜晚，再次迎接新的早晨。主，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当我们睁开眼的时候，我们眼睛看见的是你赐给我们的阳光，你赏赐给我们的空气，你赏赐给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恩主，因此我们还有什么可忧闷的呢？当我们的心不断在我们里面愁苦的时候，上帝，求你的圣灵就来到我们的心里，对我们的心说话，叫他不要忧闷，叫他不要愁苦，乃是我们应当用赞美、用欢喜的灵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你的儿女们，你爱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至于主，即便我们看见有许多不美丽的事情，即便可能过去一周我们又再次经历了我们许多的低潮，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哭泣，我们感觉别人不能够明白我们的心，即便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好像也不太能够明白我们的时候，主，有一种很深的孤单感向我们袭来。但上帝，你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人，你愿意跟我们同在，你愿意在我们的心中来对我们说话。神，因此我们感谢你。现在正是暑假，我们正期待着孩子们的放假，期待学生开始休息，或许我们能够经历解封，来开启一个新的计划的时候，主，我们又看到疫情似乎并没有平息，一次又一次，我们好像期待失落，期待落空，引致我们心里烦躁，我们没有办法等候，我们就忧虑这样的日子到底要到何时。但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我们不是看外表，乃是看我们的内心。你实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还有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急躁的想要开启一个新的计划，想要开始一个我们得到自由欢欣的时刻的时候，你再次把我们拉回你的面前，要我们安静下来，要我们再次缓缓我们的脚步，告诉我们，孩子，你还不够专注，你还不够将你的眼目定睛在我的身上，以至于神，你不愿意我们再次被世界来欺骗，你愿意我们用专一的身心灵，使我们的眼目完全被你来掌握，被你亲自来吸引，叫我们不再将眼睛看见那世界可悦人眼目的事物，乃是专注回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声音，寻求你的带领，渴望你在我们生命每一个时刻完全的掌权。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每一次当你将我们如此带回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那是极大的祝福，是极大的恩典，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力量、盼望、平安跟安稳的来源。神，因此求你再次把那样的喜乐也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认识我们的家人们，
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在新的假期开始，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他们或许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你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知道怎么来看待彼此，让我们不再用我们自己脑中的方式来面对我们彼此的关系，而是我们期待上帝你在每一个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愿意与你一起来同工，彼此对待。神从我们各自的家庭开始，就作为你重新创造改造这世界的起点，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的家中得着那样的恩惠，我们也回到世上，进到人群当中，透过我们现在线上的关怀，透过许多线上的聚会，把这份恩典与爱也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上主，谢谢你用你创意的方式再次来经营这个世界，来重新整顿我们，因此我们满心感谢。每个主日早晨，我们都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我要得着力量面对这个世界。即便作为你的儿女，很多时候世界嘲笑我们，好像傻子。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似乎看起来心甘情愿，好像受到亏损，甚至世界也嘲笑我们那样子爱人爱神的心志。但上帝，你仍然告诉我们，孩子，那都不是我们所要定睛的，我们唯一要定睛眼目的是天父你的眼光。因此求你也让我们能够更多在许多软弱的时刻，我们能够意识到那是我们有机会与你连结的时刻，那是我们有机会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你完全的能力，以及从你而来的恩惠慈爱再次复辟充满我们的时候，叫我们学习在哪里软弱，我们就在哪里刚强，以致我们就不再忧虑，我们就单单来夸我们的软弱，能够在这些事上与我们的天父、与我们的上主、与圣灵有更多的同工同行。主圣灵，只求你今早晨再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你里面得着完全的恩惠、安静，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启示。不论我们此刻在这里直播的同工，或是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进入你的同在中。我们再次感谢神，求你赐福，借着牧师今天所分享的，叫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你面前同得益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我们要用诗歌来歌颂敬拜我们的神。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我们的大赞美。全地都要来歌颂，万民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是尊贵荣耀的君王。真伟大。
静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真神配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天父，我们要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
随时的帮助。求你赐个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信实的天赋，看顾我心灵，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亲爱的主上帝阿爸父啊，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慕，只有你能够在我们的心灵最深处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你在这个时刻为我们预备，我们人跟人不能够在一起，在这种灵接触的时刻，感谢圣灵你让我们能够进入灵距离的连结。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亲近你，再次领受你在我们中间真实亲近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愿主悦纳。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照他预备的时间一起来敬拜，我们也能够做真实的连结。今天已经经过了快2个月，有人说从5月16号、18号、19号算，有人更往前推，因为我们上一次能够在教会实体一起敬拜是母亲节的时候，是5月9号，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已经2个月。但是很奇妙的，上帝也让我们能够他在一个家一个家，一条线一个平台，他亲自掌权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大家，我们来看，同样是一个祷告，不只是我们站在这个破口上。主耶和华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事实上，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有这个破口，
主圣灵亲自来为我们防堵。今天7月4号主日礼拜早上5点多，我到教会到礼拜堂，已经有一个姐妹站在门口外面，我吓一跳，我说那么早来干嘛？她说牧师，我可以进去礼拜堂祷告吗？在这样一段特别的时刻中间，我们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渴慕到主的面前，到主的圣殿，理性告诉我们，用心灵诚实，你在家，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山上，在这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亲近主，敬拜上帝。理性告诉我们怎么样，但是灵性有一个渴慕，就是到耶和华的殿，到礼拜堂，到你能够更真实亲近的地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照着我们的渴慕，心灵的渴慕，他亲自为我们防堵，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续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很好生命生活的一个模范，恩典之赐。马可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3节这么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导人，众人听见就很惊奇，说：这人哪来这本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啊！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姐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请注意第2节跟第3节的对比。马可用一个很奇妙、直接的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第2节，你想想看，耶稣在你的脑海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安息日到会堂，就好像在这个地方，有智慧、有能力、行异能，众人惊奇。马上第3节怎么回应呢？那不只是一个木匠，只是一个木匠而已啊！不是那个人的孩子吗？他的弟弟妹妹们我们都认识啊。因为这样厌弃。2节、3节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们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8到10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鼓励分享。为了这事，我曾3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主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复庇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保罗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分享、鼓励，以及他自己本身的见证。在基督的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叫做门徒训练。我们不是跟着潮流在说门徒训练，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功课，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成为他的跟随者，最后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人，像耶稣。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4章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成为基督徒，我们不只是成为耶稣的学生、跟随者，而且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像耶稣。我们可能会上过在大学、在研究所可能会上过某个老师的课，我们就成为他的学生了。很可能一个学期修一门课，我们就是称他为老师，而且是一生的老师。但是在生命中间，你会有一个你要跟随他的人，而且你跟随他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像他。
是不是有一天成就会超过他？那是另外一种时代不同的相对对比。但是你的生命中间会有那样吸引你的老师，你学习不只是学习他在专业、在课堂上的知识，他教授的部分，你学习包括他的进出，他跟学生的互动，他跟人在一起所展现出他知识的生活化、生命的态度。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希望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耶稣基督让我们常常在渴望的就是他的复活，他的大能。可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有老师常常提醒我们，在上圣灵的功课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圣灵不会让你今天是幼稚园，明天是大学的学生，圣灵不会这样。圣灵会让我们按部就班，就像以弗所书第4章这边说的，按部就班，直到我们在真道上，弟兄姐妹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长大成人，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长成的身量。因此教会，我们士林长老教会在这几年，我们有一个每天读圣经1章的功课，叫做与金句有约。照1天1章的进度，我们每一天读1章，今天应该是以西结书第8章。那你自己抄1节的金句，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有这样的纸张，你可以在网站上也可以自己download，或者在教会你可以拿到。自己抄写金句不是把它抄写完，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把它熟读，你今天抄写了把它熟读，熟读了以后甚至用祷告来读它，这个会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跟上帝的话语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说熟读你所抄写的金句，一定有上帝圣灵会教导你，让你借着祷告更进入上帝的话语。就像耶利米书15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它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什么叫做祷告读经？导读就是像耶利米书15章16节说的，把上帝的话，你那天的感动抄写的金句，就好像把它吃下去以后，成为你生命心中的欢喜快乐。这是我们每天与金句约会，与上帝的话约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进入了以西结以后，哇，有弟兄姐妹说读无啊，因为以西结书是另外一个让大家眼睛亮，但是读不下去的，不止读得不太懂，甚至它里面所写的。前3天有位姐妹开始跟大家与金句有约，但是她在读以西结的时候打电话到教会说：“哦哟，那他把塞那劳怎么那么可怜啊？以西结怎么那么可怜？为什么？前几天主上帝叫他躺着要300多天啊，300多天，这样躺下去不是会褥疮吗？都不动，那身体就僵硬了啊。照字面看，真的是会这样。但是当我们看金句的时候，特别在抄写金句，特别进入以西结，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以西结书2个很特别的地方。整本圣经66卷，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到人子、人的儿子、人子，我们就会想到耶稣基督。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启示录，我们会看到人子这个字眼出现。绝大部分都是在耶稣自己在说人子会怎么样，在说的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我们对人子就会印象焦点在耶稣基督身上。可是呢，
旧约也出现了超过90次的人子，除了民数记、除了诗篇出现一次以外，在以西结书，主耶和华上帝叫这一位他呼召的以西结成为先知，就叫他人子。比方说像第3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对我说：“人子啊，我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塞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慢慢吃，慢慢咀嚼，好像吃一口白饭。你咀嚼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发觉怎么是有甘甜，那个淀粉的甜味，跟你在口腔里面的咀嚼，跑出非常美的味道。原本看起来好像读不懂、平淡的白纸黑字，但是当你把它吃了，竟然其甜如蜜。好了。以西结书有2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主上帝叫以西结的时候，就叫他人子，所以你会看到整个以西结书出现了90次，叫他人子。这是很特别的称呼，他当然就是在提醒你，就是人，就是会朽坏的人，是软弱的人。虽然以西结出身是王室的贵族，他是王室的贵族。是从亚伦的系统下来的祭司，是祭司，但是上帝提醒他，你是人，但是我要拣选你来传讲我的话语。所以你会在以西结书看到人子的出现，非常的繁复。第二个，以西结书我们一般来说，它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文学表达。你会看到它里面有一些用一个角度看，好像比喻。另外一个角度看，好像是一种启示文学的方法，有时候看不太懂。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叫他要侧卧，左侧卧300多天，右侧卧40天，而且一天是1年呐。不乖哦。前几天那位姐妹说，牧师，那这样躺下去他会褥疮哎，他会褥疮哎。我说会变木乃伊哦，不是褥疮而已。这个就以西结书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称它为就像是圣灵，要借着圣灵的教导，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话，进入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金句有约，让我们的生命在这种艰困的时刻，你能够每一天跟主亲近，让上帝的话语亲自来喂养你。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回到了拿撒勒的家乡。过去这几个月或这一阵子，他大部分都在加利利湖附近。我们看到中间这个湖就是加利利湖，在湖的北侧有个红色的圆圈，那是加百农。还记得上礼拜吗？还记得前2个礼拜我们在说的主耶稣的传道。主耶稣让睚鲁、耶鲁的女儿再醒过来、活起来，医治那位患了血漏12年的妇人，就是在加百农。我们看到左边有一个红点，就是拿撒勒，所以你会看到它比较是在山区的一个城市，因为是到山区走，以今天的公路可以50多公里就到。有的会有高速公路，看起来比较远，60几公里，但是时间没有比较多，所以大概要1个钟头左右，坐游览车70-80分钟，我们就会从加百农到拿撒勒。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在2000年前，路程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从加百农来到了他的故乡拿撒勒，这样的一个相对位置，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在拿撒勒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类似小山丘、山城的地方的一个城镇。这个是很特别，耶稣的家庭的描述。我们看过很多在记载耶稣年少的时候的图画，很多人画的图画常常聚焦在耶稣上圣殿的时候。约瑟、玛利亚带着他们到了
耶路撒冷圣殿去，就像是一个奉献的礼仪。结果要回家的时候，走了1天的路程才发觉，约瑟跟玛利亚一看，怎么孩子不在你旁边呢？赶快回头再到耶路撒冷来找，在圣殿里面看到他在跟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跟那些老司机的人在那边谈论。这是我们对耶稣年少的时候的印象，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类的图画。可是很难得我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图画，好像他跟着木匠的爸爸，跟着妈妈，祷告的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在旁边，这是耶稣的家庭。如果照马可的记载，他们这个家孩子至少7位。耶稣有4个兄弟，4个弟弟，有2个姐妹，2个妹妹，他是长兄。因此，在这样的家庭里面，特别是当马可记载的时候，写说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用玛利亚的儿子表示，一般来说表示约瑟应该已经不在了，很可能已经回天家。长兄如父，大哥就像爸爸一样。耶稣身兼这个重担，而且这个长兄如父，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跟见证。他不只是帮助妈妈来照顾这个家庭，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许许多多的故事都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哥还让弟弟妹妹们成家立业。我们看到许多这样大哥的辛苦或大姐的辛苦，他们带领让弟弟妹妹能够成家立业。所以以那个时候来说，主耶稣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他所经历真实的家庭。今天在会堂里面，这些众人突然看到，从加百农传过来的故事，从格拉森传过来的故事，在这个3城里面引起不同的一个动荡。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看他长大的人，他哪来的本事，竟然可以赶鬼？他哪来的智慧，能够做那么好的教导？他的手竟然能够行异能、行医治，就像让血肉的妇人能够病得医治，就像让耶鲁的女儿可以再醒过来。这些事情他怎么做得到？这让在3城里面，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邻居们，哇，眼睛一亮，不只是刚刚在会堂里面听他的教导而已。这是在耶稣成长的家庭，可是人的有限跟软弱反差很大，马上就那样的话出来，这不是那木匠吗？我们生命中间会不会这样？一方面看他在讲台上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听了感动，但是一回过头来，我们把他赶出去了，厌弃他。我们的生命中间会不会有这种反差？就好像这种刺，生命的刺，不只是外面来的，是在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刺。这个也是耶稣的身上跟保罗的见证比较要跟我们讲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生命的刺有时候是外来的艰苦、困难、挑战、迫害，但是你在耶稣的生命里面跟保罗的见证中间，你会发觉这个生命的刺常常是在里面。耶稣面对这样真实生命的刺，但是呢，旁边的众人每个人都有这种生命的刺。刚刚才听了讲道，而且真的是感动。同样的一个人，当我们下来生活中间讨论了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讨论等一下中午吃什么，讨论我们社区要一起做什么事的时候，原本的我又跑出来了，那个厌弃对方的心，从心里面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想法不会改变，并没有因为刚刚领受真道而改变。对这个人，竟然说不是木匠吗？他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嘛，他的弟弟妹妹我们都知道啊。因为这样就厌弃他，生命中间有一个刺，
这是在你我中间所真实的。耶稣面对的众人厌弃他，可能也是一个刺，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所胜。希伯来书第4章告诉我们，耶稣跟我们都一样，他道成肉身成为人，跟我们一样面对生命的刺，面对挑战，被人厌弃，只是耶稣没有犯罪。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向主耶稣祈祷，他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救赎我们。耶稣一样经历生命的刺，所以呢，我们人跟人在一起，这个刺就让我们真实经历，因为常用外表与生俱来的情境，他的情况，我们用这样来衡量别人，这些限制就已经来让我们看一个人了，而不是真正的认识对方的努力跟他的价值。这种难处就是我们陷入，有时候我们身体的刺，有时候是心理的刺，有时候是社会关系，人跟人关系中间的一个刺，甚至是灵性很深的一个伤痛中间。这样的伤痛，有时候是别人没办法了解的。这种生命的刺，保罗叙述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所读的第2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如果我们从11章开始看起，保罗就是在讲到他所经历的这些艰困迫害，但是在12章，他要面对这生命的刺。有老师告诉我们，生命中间有很多好像要给你医治，从最底层其实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常在外面贴个 OK 棒，动个手术，好像要把你的伤痛给解决。但是生命中间，当我们希望得健康、得医治的时候，哇，人在这个世间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层次，从上面的动手术，或者是你在生活中间面对了一些化学合成的东西，使你病痛，没关系，我们来补充营养，减少环境的污染，甚至自己做好健康自主管理，养成好习惯。老师们也告诉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平安、喜乐、情绪。箴言17章22节，我们常常会记得这样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连这样营养学的老师也告诉我们，最基层的生命要面对的刺，其实要从最深层的心灵来开始面对。所以主耶稣在他的家庭生活，在拿撒勒所遭遇到的跟我们一样，但是他赢过这一切，他赢过这一切，可以带领我们去经历到生命纵使有刺，它却是一个恩典之刺，是一种恩典。生命的刺使我们跟人家处在艰难中间。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所读的经文，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11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的叙述就是周遭的人对他的一个攻击，他们以自己是希伯来人为骄傲。保罗说：“我也是啊。”他们做很多这种攻击，甚至让他最后受逼迫、坐监牢、被鞭打，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处传福音。保罗说，他终于体会到，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主跟他说：“有我的恩你就够，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生命中间要去经历这个软弱刚强，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软弱能力的完全，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因为生命的刺它是真实存在，所以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连结的时候，它会增添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用能力换来的，不是你用祷告换来的，你在真实的软弱中，在真实的刺里面，在艰难中，主会增添恩典给你。生命的软弱是存在的，主就给我们能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主上帝不是把你那个刺拿掉，不是把生活中间碰到了一个大礁石石头把它拿掉，不是，主上帝是把水涨高，让船可以开过去。这是我们人的经历，人的经历常跟这个不一样的。人的经历、人的期待、人的祷告，常常是主啊，你把这个石头拿掉，你把这个山拿掉，让我们的路能够平顺。主啊，你把疫情拿掉，让我们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我们都忘了怎么定义什么叫正常生活。以前的生活叫正常吗？晚上很晚睡觉，白天拖着脚步上课，然后日夜颠倒，然后可以到处去旅游，还不一定爱护这个环境哦，还破坏环境，这样叫做正常生活吗？我们的祷告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在这2个月，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怎么把水涨高，好让我们的船能够开过去。这是我们要一起经历恩典的赐。单国喜书基，许多人听过他。他1924年出生，2012年安息。但是这个地方我写了2个特别的时间。在1998年的时候，他被教宗册封为书记，我们所谓的红衣主教。可是呢，在他生命中间有一个功课，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8月，医生在他例行的健康检查时候发现了有肺腺癌，而且是肺腺癌第4期，已经这个年纪，他不能够再动手术，超过80岁了，也不适合做化疗、电疗。2006年，15年前，刚好肺腺癌有一种实验的药，还不能够上市，还在做人体实验，就跟单国喜书记讨论，我们要不要用这个药来试看看？他说好。当然，这个标靶的治疗在15年前，我们知道从10年前开始，这个药就开始可以再使用，但是15年前还在做实验的阶段。那个过程治疗当然非常辛苦，医生告诉他，如果照过去的病例，你还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请你好好安排你的生活。那个时候，秘书天主教会帮他安排很多的，听到这个消息为他祷告以外，也会安排他主持一些特别的弥撒或是分享演讲。原本说还有4个月，只能安排到2006年的12月，好，再来就不能接。可是才1个礼拜而已，候补的已经排到2008年了。我们都听过，很多人听过他讲这个见证，他自己在访谈说，大概有半个小时，他很伤痛，半个小时。他听到医生跟他解释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在病房健康检查的报告说了以后，他在那个地方安静，有半个小时，他一直问上帝：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样？他一样真诚的祷告：我一生奉献给你，服侍给你。他是耶稣会，天主教会里面耶稣会，原则上就是在学校当老师、校长。他曾经当过徐汇中学的校长，当过辅仁大学的校长，辅仁大学的董事长，没有在牧区里面牧灵的经验。所谓牧灵，就是天主堂的神父在举行弥撒，在照顾信徒的灵性生命，他都在教育的系统。突然被任命为台湾的主教，后来还成为书记。他说：我不行啊，因为我没有行政经验。那时候的教宗保禄2世简单写一封信，3个字给他 ：You can learn， 你可以学习做主教，你可以学习做书记，就是3个字，他就顺服了。耶稣会的3个誓言，宣誓的誓言中有一项就是顺服。好，不管叫你做什么，你就是顺服。可是
他说那半个钟头里面，他跟上帝祷告，怎么会这样呢？我一生服侍你到最后，怎么肺腺癌？但是他说，就是那30分钟，让他从生命的刺进入了恩典的刺。他谢谢上主，谢谢天主派小天使在他身上。他称肺腺癌为小天使。他那时候的教区在高雄，2006年那时候我跟长老教会我们总会的议长还一起特别到高雄去拜访他。他自己出来开门，没有让秘书出来开门，他自己到外面自己出来开门。当台北的电台访问他的时候，还问他：我们需不需要派个小护士去接你啊？他说不用，我有小天使陪着我。他把肺腺癌第4期肺腺癌称为他的小天使。过去上帝预备很多的天使扶持他，今天这个时刻，上帝预备肺腺癌第4期的小天使，让他知道在你的生命中间，我要让你经历到什么叫做水涨高起来。当记者，你看《天下》杂志的记者访谈他说，他一生的服事中间哪一段，他觉得服事的最深刻，服事的最跟主更亲近。他说是得了肺腺癌之后，从2006年到2012年这中间，经过了5年多，将近6年，他在各地方跟人家分享告别，每一场都是告别的弥撒、告别的演讲、告别的分享。但是那5年多，跟人家分享生命中间的恩典。是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不是消极的去除我们的软弱，也不是凭空给你能力哦，不是你都不努力，你都不用做什么事情，凭空给你能力，不是，恩典不是这样，而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出主完全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在你最走不过去的时候，去显出主完全的能力，从生命的刺成为恩典的刺。所以在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之下，我们活动行动都受限，家庭社会真的是重整、重新学习这种的焦虑。我们也碰到弟兄姐妹教会的这个过去2个月，我们都知道牧者团队、干事、同工们，大家比之前更忙，因为同时在线上，有时候是2线、3线一起在关怀、在进行、在分享。我们所期待的，不是让人家回到所谓的正常生活，而是要经历到上帝水涨，让我们船高，有不同的眼界，看到上帝的心念。这样的话，我们会深刻体会到主为什么告诉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恩典的刺，它变成真实的天使，陪伴着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每个时刻我们发现，每个时刻都是特别的时刻，有它的艰难，但是充满主你的恩典。亲爱的父上帝啊，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是等着开封，不是等着解除这种疫情警戒，不是等那时候，我们所等候的乃是主耶和华上帝，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重新上腾。我们等的是主上帝你自己要让水涨起来，恩典涨起来，恩典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经历到恩典之赐，实在奇妙。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时候，让我们用诗歌来回应。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得完全，显得完全。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所以我要单单过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过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过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过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主恩典的手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一起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奉献来回应主的恩典。弟兄姐妹，在这2个月，许多人在家里预备一个信封，把你每个礼拜你线上的奉献放在你的信封里面，或者你可以用线上转账的方式如果刚好有去银行，这个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账号。借着如此来回应主的恩典，也参与在教会的圣工中间。愿主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们。生命中间纵使有刺，但是这个艰难、这个困苦，它竟然会转化一种奇妙的祝福，丰盛有余在我们中间。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主上帝，在你所定的时刻，让我们能够以心灵诚实跟主相遇。求主圣灵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地面上的日子，在这特别主你预备你的心意预备的时刻，让我们每一天不只在家，也在上帝的家里面跟主相遇。求主祝福我们线上每个家庭，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客厅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借着祷告，我们连结在一起，也连结在主的恩典里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默祷，在订阅之后，礼拜结束。天父上帝，求你一直眷顾这荒凉的土地，因你是施恩怜悯的主，看着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
燃烧，除去我们所拜偶像，恳求你赐下点燃复兴的生活，以真理话语来更新这土地。你恩典江河，活水永流不尽，让生灵的风吹在这地。哦，主赐下充满荣耀，你的新日子。哦，主愿你国度降临，充满着你。第一场礼拜到此，愿大家平安。